就向白金漢宮進發㗎。遊行隊伍咧將會有5部嘅馬車㗎，以一隊新型嘅馬車為首啦。車隊咧由英國皇家近衛軍騎兵軍團隊領駕㗎。佢哋行經嘅路線咧會經過議會廣場、法廳、皇家騎兵閱兵場、皇家大道等等倫敦市中心嘅主要街道㗎。頭先你就提到啦，其實車隊咧就會由騎兵軍團咧佢哋護駕。其實平時咧只係有女王同埋咧英女王接受維港國家元首咧，先至會有咁樣嘅待遇㗎。呢對新人咧已經簽完婚約啦，都出翻出嚟。